阿東啊，做父母最開心咧，應該就係睇住啲小朋友由 BB 咧慢慢長大喎。嗱，但計我話咧，仲會好頭痛添啊！嗱，今集太湖花園嘅個案就係咁啦。小朋友今年2歲，睇住佢由手抱嬰兒到呢家咧識行識走。嗱，小朋友就係梗係成長㗎啦，咁好正常嘅喎。弊在咧呢位小朋友嘅生活習慣咧好獨特嘅喎，一齊入去啦睇下就知㗎啦。哇！翻屋企啦，軒軒，我哋望一望先。哇！咩嚟㗎嗰度？唔得，媽咪，媽咪，唔係啊嘛，嗱，坐低先，乖下，乖啊！咦？一個好典型嘅住家，但係唔係好明點解會有呢啲咁嘅膠紙啦？係咪你啊，豬？應該係啊，係咧，笑啦。唔止張飯台啊，電腦台、電視櫃、音響，成屋嘅家私咧都俾膠紙黐到實。冇計啦，小主人雖然得個2歲，不過就鬼死咁大力，唔封住佢又驚佢撞親。係啊，小主人咧仲有唔少貢獻㗎。好多積嘅 sofa， 我唔排除個可能性，可能係小販人食完嘢之後啲口水啊，黐埋喺度，呢個要諗計。林子啊，仲有佢啲玩具啊，擺到成屋都係，電視櫃一啲，窗台又一啲。哇！唔行埋嚟都唔覺，窗台啲牆紙究竟發生咩事啊？一幅咁嘅牆紙啦，懷疑曾經漏水出現嘅牆身批盪問題咧，就搞到呢度咧，好似寶啦咁嘅樣嗰啲。大家望下呢度，你想唔想到冇牆真係喐得㗎喎？因為佢哋本身嗰個基建咧做得唔好啊，咁變咗佢而家尤其是呢個位又要向東啦。仲唔止窗台㗎，嗱，連雜物房嘅牆紙啦都有用膠紙補過㗎，連門後面都有咁嘅情況，都咪話唔誇張。戶主另一個要求咧，就係想將呢一間雜物房變成小主人嘅房。咁除咗要清走啲雜物之外，咁仲有一大件家私要搬。好，喺呢一個 B 車後邊咧有一隻疑似會喐得嘅衣櫃，但係大人衫嚟嘅喎，點解會咁嘅？好，哇，仲要係準備結構會冧嘅衣櫃，呢度仲有啲衫，又係雜物啦，呢個要處理啦。嗱，睇咗咁耐都未知小主人瞓邊喎。好多時啲家庭咧由2個人變做有佢哋嘅小王子、小公主咧，通常啲 BB 床都會係擺喺爸爸媽媽張床附近啦，咁就方便照顧啦。咁但係而家呢個 case 大家都見到阿小販人咧都有翻咁上下高啦，咁我哋要決定會將呢張床咧消失。阿東啊，你發唔發覺啦？間主人房少咗啲咩啊？咪就係少咗個衣櫃咯。咁戶主咧仲想要翻塊全新嘅，咁睇嚟間主人房同雜物房都要大執位，先可以解決到戶主嘅問題。嗱，話晒啦，住咗10年，咁業主咧為咗小朋友，決定咧下定決心，一口氣換咗全屋近70%嘅家私。嗱，數數先啦，衣櫃、BB 床、梳化、電視機櫃、飾物櫃，甚至電腦台，通通要換。而主人房咧就唔要咗張 BB 床，咁改放衣櫃。嗱，抌咗客房原先嘅衣櫃，咁加咗張睡床，仲有幾個矮身嘅儲物櫃，方便小朋友拎嘢。咁大廳家私擺位不變，即係換咗款咁解啫。咁講真咧，好少兒科啫喎。嗱，啱係相反啊，實情係好棘手先真。點解咧？嗱，因為咧裝修嗰陣遺留落嚟嘅問題咧都唔少㗎。咁業主咧10年前揾人搞裝修，點知工人偷工減料。嗱，你睇下咧大門嘅門檻就知啦。咁見到咧鬆開咗之後咧，用幾塊瓦片咧墊高條門檻，唔係佢鬆咗，我哋掹出嚟睇咧都唔知有呢個問題啊！嗱，更加嚴重嘅係牆身唔鏟底咧，就咁就貼牆紙，結果業主當初咧住咗3個月鬆啲，啲牆紙已經披晒口啦。不過業主話自己都有責任嘅。咁幾年前養過鹹水魚，貪方便，魚缸就唔冚蓋，咁所以水器入面咧有鹽分，令到牆身問題加劇。
要解決種種問題咧，直頭係小型嘅裝修工程，結果今集個案破晒紀錄。嗱，破紀錄咁貴？嗱，唔係啊，係破紀錄咁耐啊！成個工程攤咗3日咧，先至做得完。咁業主幫手就唔再講啦，仲要齊齊開夜車，其中1日仲連續做咗18個鐘，凌晨4點幾咧先至收隊，咁所以咧先至搞得掂。嗱，呢個變身過程既痛苦又辛酸，大家一齊睇下就知。佢本身個底做得唔好啊，攞住 BB 嗰個送住先啦。你冇問題啊，你啊。喂，姐，你過嚟對下好喎。呢度地方有限，所以配件、設計、用色咧都有特別考慮。牆身方面，業主對牆紙情有獨鍾，唔想油油，咁所以揀款嗰陣要留意。嗱，圖案多太花巧會令人眼花繚亂，但正式或者太密太細嘅圖案又會好沉悶。咁所以今次就揀咗綠色有暗紋圖案嘅牆紙。嗱，本身呢個牆紙個質地咧，摸落去咧就唔係話平時膠面滑捋捋嗰隻嚟嘅，佢有少少鞋鞋地嘅。咁比一般膠面牆紙個好處就係膠面個反光度會比較高，望落去會少少亮亮地。咁呢一隻係瓦面嘅，望落去咧其實會比較襟睇一啲。綠色感覺柔和，既有助舒緩眼睛疲勞，又襯到橙啡色嘅門身，亦都唔使將所有嘢轉色轉款。但呢款牆紙要對紋對花，加上牆身嘅批盪剝落問題嚴重，咁所以工程又複雜又嘥時間。先要清走舊有嘅牆紙、鏟底、批灰，仲要散翻畫幅牆，等貼上去嘅牆紙唔會凹凸不平。咪以為買現成家私好易，要考慮埋小朋友嘅生活習慣、實際安全等問題。加上大廳嘅面積細，靈活度反而唔及得定製家私，仲考功夫。原先嘅電視櫃夠厚夠高，電視刻意拍到最尾，等小朋友唔會將部電視掹落嚟。但個櫃又大又壓榨，要兩全其美，可以點？咁我哋寧願將個 TV 掛高咗佢，同埋而家呢一代嚟計咧 ，TV 已經係薄身咗好多噶啦。只要將個 TV 掛起咗佢，換翻個矮身啲嘅。或者嗰啲 TV 位，咁我其實儲物空間咧，我都係有翻喺度俾佢，啲機又方便攞咗，睇電視我又唔使驚話我行開半步，阿仔就搲冧咗個電視機。薄身嘅電視櫃可以騰翻啲地方出嚟，而對面嘅梳化揀選嗰陣都同樣有考慮㗎。變化較多嘅布藝梳化難打理而污糟，唔揀。你要顧合到就係小朋友個特性就係佢哋會爬啦、搲啦，食完嘢就抹晒落去啦，咁我哋係要選擇一張係比較容易打理嘅梳化嘅，咁人造皮係會比較適合啲，譬如真係抹污糟咗，咁我揾濕布揾啲好輕輕嘅嗰啲清潔劑咁抹乾淨佢，就已經可以保持佢好新淨噶啦，會係。更長遠㗎，仲有電腦台，傳統嘅電腦台24寸闊啫，慳位，但台面淨係可以放到電腦設備，唔能夠一物二用。嗱，換張得近4尺嘅工作台，雖然向橫發展，但反而更實際。最大個 function 就係我想佢可以真係個台面活動空間會多啲，即係譬如我除咗上網之外，可能寫下嘢，可能睇下書。咁嗰個儲物量嘅話咧，我哋寧願用一個吊櫃升高咗佢。當你坐喺度嗰陣，你會覺得個視線空曠少少嘅，咁空間感變相嚟講係更加大。吊櫃唔裝到頂，唔方便拎嘢之餘，壓迫感咧亦都細啲。配件講完，跟住用色、光線。新買嘅家私全部揀白色，有助擴闊空間。另外咧，大廳就換咗燈，但仍然係用翻一盞燈，冇刻意去區分下飯廳，等兩者合二為一，增強空間感。而大廳嘅窗台仔過分的色，仲要分開上下兩隻窗，用一幅過嘅窗簾遮晒佢，拉平視線。望落去咧就唔會零零舍舍凹咗一忽。
主人房嘅 BB 床抌咗，改放衣櫃，但地方有限，所以尺寸攞到好盡。燈仔都要改喺衣櫃嘅側板。床尾嘅罅位原先又係執滿雜物，結果又係用返一貫嘅手法。電視掛牆，另加層板，方便擺放雜物。牆身嘅問題唔及得大廳咁嚴重，靠忍唔整仲可以捱下。設計師只係簡單加啲對比色落去，米白色嘅窗簾、灰色嘅天花燈已經已足夠啦。而客房就以小朋友為主題，用色相對鮮豔啲。除咗添置咗幾個偽新嘅儲物櫃，等小朋友可以學習處理雜物。另外又買咗張伸縮式嘅睡床。屋主可以因應小朋友高度自行調校長度，但男戶主話暫時都係佢瞓居多。始終小朋友仲細，所以會同媽咪瞓返隔離房。改動後嘅最大犧牲莫過於此。哇！過程咧果然係辛酸喎，辛苦晒你啊！不過最緊要都係幫到業主啫。講到底，大家想揾我哋幫手嘅話咧，都可以記低以下嘅資料，包括提供單位地址、相片俾我哋，列明要求，可以寄信又或者電郵過嚟都得。但都要衡量下啦，接唔接受到以下嘅遊戲規則啦。首先我哋會上門拍攝2次，變身前1次，第2次係拍間屋嘅變身過程，最少要預1日嘅時間拍攝，而業主要負責買料成本。間屋點改以設計師嘅意見作最終決定。同埋要留意，我哋冇售後服務㗎。最後指定動作揭曉埋今集嘅預算。下星期見啦，拜拜。